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厝里敢有80岁以上的老大人吗？咱讲厝内有一老就是宝，那么或者是烦恼。80岁以上从此你就免烦恼，有钱就来，免什么表。但是事实上，敢有遮轻巧？今仔日咱大家斗阵来探讨。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适龄家庭以及看护雇主国际协会执行长董文芬。大家好，大家安。第二位，咱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秘书长孙一信。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福建科主治医师王淑恒。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在线顶，是咱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副院长李俊宏。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是。那么继续，咱就来先来关心，咱台湾呢80岁以上的老大人，唔免巴士牛表的评估，就会当请到外籍看护。有民间团体来批评，因已经无法度接受政策无经过详细评估甲配套就修法通过，对有重症患者的家庭是真无奈。伊该来指出呢，讲应该要有配套的制度，排出那么请看护的顺序，才有通好好来利用。立法院三读通过80岁以上请外籍看护，无需要巴士量表评估，也引起部分真正有通过评估，请到外籍看护的家庭，烦恼可能有相整的效应。像讲叶小姐的妈妈倒伫厝的适龄真侪年，虽然有请外籍看护的资格，毋过嘛发现过了该看护才来几工，就无愿意继续照顾，即马制度放零，烦恼更较歹找到人。人之常情，在选择上一定会希望选择好照顾的，所以不论80岁以上的人数有多少，我想还是会有受到影响的。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标准，恐惊是另类的年纪轻视，而且甚至可能会造成23万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发生抢工人的冲击。有民间团体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互照顾适龄的外籍移工，比照顾较健康的长辈，薪资较悬一寡，才有人爱做。这个给付能力是不是够呢？如果不够，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补贴，让他们可以去支付该有的薪资，而不是所有的外籍都处在一个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这个状态，有一个那个优先序，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劳力的分配机制哈，因为其实有卧床的家庭是优先需要的。医师表示，像失智症长辈、初期、中期情绪变化较大，甚至可能会有攻击行为。除了家庭成员爱到照顾，也需要看护协助弥补，安尼才会当互相有休困的时间。呼吁相关单位爱建立优先顺序制度，互有需要的长者会当及时得到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咱睇这新闻大内面吼，采取了真侪这题目啦。第一讲。要请来这个外籍移工啊、看护啊，爱有介绍，爱有无共款，吼，而且对象嘛无共款。有诶虽然是好卡好手，但是80岁以上啊，我嘛需要啊，吼啊有诶是重症诶，啊中重症诶，紧急啊，吼啊过来，敢有遮侪外籍诶看护通好请，吼，所以呢真侪问题，不过。我先来问在位吼，咱4位有同意无同意？即摆即个80岁以上，因为事实上要讨论的议题足侪。我首先吼要连线来线顶，咱的即个副议长，你敢有同意即摆修法即个方向？讲80岁以上，尤其反对的团体就讲这91万呢，若健康的人口才53万，就算讲3成啦。嘛16万啊，16万逐年就加1万，是要倒位有甘啊遮侪万，吼，这副议长你有同意无？
其实首先吼，我感觉这个问题吼是伤简单化去啊。哈，哦，所以一般来讲是安尼吼，就是讲，健康的老大人，咱是毋茫讲伊会当参加较侪迄个社会上的活动，哦，啊尽量延缓迄个，互伊的迄个咱讲适龄的即个时间吼，会当迄个延长啊，吼延缓失能，哦，尽量避免讲后续需要人照顾的即个程度安尼。哦，啊，咱即马修法的即个方向吼，是用年岁吼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安尼。但是每一个人其实咱讲需要照顾的即个情形无啥共款。哦，有个人80岁真健康嘛，哦啊，但是有个人可能反正60岁、70岁伊就需要人照顾安尼。哦，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吼，咱即马当处理吼照顾的即个程度吼，咱讲需要照顾的即个程度，其实每一个家庭嘛拢无啥共款。哦，我举一个例吼，咱即马目前咧做的迄个咱讲巴士量表的即个部分吼，中有一项是讲爱上下楼梯啦。哦，啊，上下楼梯若讲有困难的时阵吼，这可能就是0分，哦，啊若需要人扶啦吼，也是讲斗3工可用5分安尼啦，吼，家己会当去20分安尼吼。哦，啊，但是有个人处理有楼梯啊，哦，有个人处理无啊，哦，带迄个电梯的大人可能即个部分就较无需要。哦，啊，有个人呢处理迄楼梯真矮，哦，啊，有个人楼梯真宽呢，所以。即每一个人家庭照护的困难度、甲需求的程度，其实无啥共款。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嘛是爱转来回到吼，就是讲这个老人吼，是讲有需要照顾的患者，哦，一旦伊像个生活的状况内底需要照顾的程度到多位，哦，啊，当然巴士量表是本身一个咱讲辅助啊，吼，斗3工评估的一个。会长，歹势吼。我要来你请教吼，就是讲，他拄安尼综合听起来，第一，你认为讲，当他高一个标准，用会所来做标准是不足的，是毋是安尼？是。但是你有反对讲，袂使喏，袂使以这个年龄来做这个标准，嘛是之一，还是讲袂使用会所？年龄岁吼是会当是一个标准之一啦。啊，之一。但是伊个规个整个的迄个评估的迄个部分嘛，是爱做了较完整。哦，啊，做较完整，再来开放安尼。对。啊，第二个问题我甲你请教吼，咱即马现主时吼，啊，阁有即个卫福部有一个标准叫做 CMS， 吼，啊，即个甲即个巴士量表有啥物关系？还是讲？两个无共款，一般的民众可能无了解哦。因为这个部分可能这个部分是安尼吼，就是伊评估的迄个题目吼，还是讲评估的情形其实无啥共款安尼啦吼。啊，巴士量表是较咱讲较看，就是讲伊比如啊，这副议长的声音吼，小断去，不要紧，咱吼小等再来线顶来甲伊请教。然后我继续要请这董律师吼，董律师基本上你是同意。80岁以上规期甲开放，阮不但同意80岁以上爱开放哦，阮阮主张就是讲，无应该用巴士量表来划分讲是毋是会当请人。咱就照吼亚洲4小龙，每一个国家拢共款哦，新加坡、香港啦，还是韩国，因拢无即个巴士量表来做一个标准。哈，好，所以要爱请就请。对。本来就是安尼，咱即马我有经历吼，因为首先我无串通吼，咱来看吼，日本吼伊无巴士量表，我画一个差吼。啊，但是申请的标准吼，医疗迄是长期护理需求证明，爱有这吼特定的机能签证，或者是经合这个协议哦 EPA 才当入来。这个月级啊，我看一个我跳起来。18万至25万，这日本的。就是你讲有同意讲，那入来就爱差不多7个字。因为咱即马是国际社会咧竞争啊，咱日本人出18万、25万，啊，咱出袂起啊，咱因为都走去日本去。毋是，日本是安尼吼，日本即马伊的即个请的工人的工作这个薪水较悬的吼，伊其实是厂工，毋是这种家庭类的。所以咱袂使甲混淆。哦，所以说，阮资料唔对吗？嘿，唔对。
一般家庭的是偌济？一般的家庭，因无一定有开放哦，日本无一定有开放。是嘛？我所知是无开放家庭的嘛。但是，阮即马讲的毋是日本啊，阮即马讲的，因为日本有日本的条件，日本即马为着即个看护的代志，对台湾嘛，即抢人啊，所以有护士，而且伊的民情吼，就是讲爱机构。韩国嘛，真歹抢呢。无，即马韩国吼 ，CNN 嘛有报道。就是伊即马为着讲伊的出生率是伫联合国吼，伊是上尾一名出生率，所以即马毋是咱才是上尾一名，因为咱毋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咱就讲甲迄落的。咱上尾一名，全世界上尾一名啦吼。啊，但是呢，伊即马为着即个新的家庭、年轻的家庭，伊就是互伊会当开放家庭帮佣，嘛无啥82表。你只要是年轻的家庭，就会使请。我觉得最推荐的是新加坡的制度。新加坡的制度是，你若是有65岁以上的老人，65岁以上算老人啊，是一个12岁以下的囡仔，你就会当请。重点就是讲，甲好多日本的情形有点仔共款吼，就是你的家庭的收入爱有够啊，你袂使请了变讲国家伫负担嘛。开啊，还补助啊。你开家己的袂使补助。来，这600至800的新加坡币，哇，买命呢！伊要有买工费。新加坡是安尼吼，因为伊请人比咱较俗，伊的国民的所得即马是大学生毕业的时阵已经是12万台票哦，咱即马搁2-3万哦，但是伊请工人的薪水比咱较低啊。所以这真正会当使用了，因为我知影是新加坡这个家庭帮佣还是移工的这个社会问题哦，这就不少了，虐待啦，不时就安尼产生这。我毋是讲安尼就袂使，我意思是讲，使用的赞助的人，拢是高阶层、高收入的吗？还是一般的这个小资产阶级就会当来申请会起？伊有我拄则讲的吼，65岁以上的老人，还是12岁以下的这个囡仔，但是伊的家庭的收入呢，差不多是大学教授的收入，就会当请2个人。爱教授啦。我毋是讲教授啦，是讲一般的人。我讲教授的收入，大家都会当比较家己的收入啦，吼。对啦。一般教授，好像主持人你的收入，伫新加坡一定会当请我头咧，我头咧，你问阮制作人就知，我头咧。啊无，就是安尼啦。为什么爱请2个嘛？是看条件啦，无人会请人伫厝伫当然是，我毋是咧against 啥物物件，我意思是讲。依照市场的计销来行这项代志，第一有如同他在新闻纸头啊讲的，讲会产生这败铁的效果。这第二，有这个会当使用的人是偌济。这我先互孙秘书长，秘书长，你的看法是啥物？咱小人家等来看。我的看法是用年纪来做一个划分吼。用做一个区隔，80岁以上，就完全无需要任何的评估的量表，就会当骗外劳，这个政策是唔对的。啥唔对呢？拄则主持人有讨论到讲，咱即马80岁以上是91万人，咱即马伫机构有46000人，用长照2.0是21万人，骗外劳是6.5万，当然外劳总共是22万外啦，吼。所以他都有讲到，有剩53万是目前这拢无使用到长期照顾的体系的老人，因有可能因为这个法令的开放，所以因会入来骗外劳。所以外劳伊会选工作，未来会选工作这件代志会变成有钱的家庭、健康的老人会骗，较有条件通去骗到外劳。咱知影即马适龄的家庭。即马一个外劳若转去，伊迄个契约到，不管3档、6档、9档、12档，契约到，伊要转去无爱大。即马要等后一个外劳，其实拢相当困难，拢爱等。有当时等1个月，有当时等2个月。其实人力愈来愈歹请，外籍劳工毋是永远拢用袂了。伊原来迄个出口的国家，伊嘛是伊拄着嘛是人口减少的问题啊，所以。将来一定会有产生这款一个竞合的关系那将来代志再来想。无，第二点吼，因为拄则咱这位来宾在讲的吼，在讲这其实是家庭
帮佣啦，吼，这是家庭帮佣，唔是机构看护加家庭看护。啊，咱即个修法是咧讲聘雇外国人，吼，做家庭看护工，是家庭看护哦。即马唔是咧讲迄个家庭帮佣哦，吼。好，即马咧讲家庭看护工，凡被看护者年龄满80岁以上，还是讲70岁到79岁，其实你要强调就是讲两期的。所以咱即届的修法，敢若针对家庭看护，并无讲到家庭帮佣，这是两件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趁这个机会，甲观众朋友讲清楚。第三点，咱即届修法，这两种人是唔免经过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吼，唔免经过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啊，社福机构敢爱 ，CMS 敢爱，吼，咱 CMS 唔是医疗机构。嘛，唔是医疗机构的评估啊，无啊，必须在面有效。咱该经过政府的这个登记照顾的这个系统，用 CMS 评估讲伊是2级到8级，吼，2、3、4、5、7、8，看伊是对级的，啊，较有需要家庭看护较入来。那准讲有安尼制度来改变来接轨以前，咱咧讲巴氏量表无合理，巴氏量表伤过麻烦，吼，这件代志啊，大家靠1966来评估嘛，这阮同意啊。但是即摆修法是唔免经过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伊嘛唔是全面去否定讲社会福利机构敢爱评估嘛？写无清楚啦。啊，所以我的意思是感觉讲，这件代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有足侪细节爱去检讨，但是这个过程完全拢无发生啊。不，比如说你他一直强调讲，这内面写的是看护工嘛，是不是？伊唔是家庭帮佣嘛？就董律师是不是安尼想？唔是这个问题嘛？因为其他的国家根本都无分这个类别嘛，伊干那有家庭类帮佣了嘛。咱即摆是咧讨论中华民国啊。唔是，就是讲根本都无应该有巴氏量表来评估嘛，咱都干那有家庭类的。秘书长有同意讲卖巴氏量表。对，咱即马都唔免巴氏量表嘛，你都是拢归类为家庭类。我无讲唔免巴氏量表啊。嘛是机构，都是机构的评鉴的标准嘛，唔是甲家庭类无共款呐。巴氏量表是国际上大家公认，伊是一个足有信度、效度的一个评估的一个量表，所以伊是简单会当操作的代志。即马拄着医界拄着的问题是，迄个操作的过程。有人会来游说，啊，有人会讲哦，当下要变轻的，你看迄医师啊，对，由医师来回。医师，你讲看卖。我首先分享一下那个年龄的问题啦哦。我前阵子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在门诊，我们平常看很多关节啊、膝盖不好，那天来了2个患者，一位是79岁的女性，膝盖哦很痛啊，退化了嘛，哦关节磨损来看诊，啊我帮她检查治疗完哦，打了针。他从床上起来了，然后我跟他聊天，哦，那个身体不错。他说对啊，我很喜欢出去走路啊，运动啊。哦，79岁还在带孙子，哦，身体其实不错啦，只是膝盖不好而已。稍晚之后来了另外一位女性患者，她年龄55岁，哦，年纪轻很多，也是膝盖很痛啊，膝盖不好。一样，我帮她检查治疗，打针完之后，她起不来，她在床上，哦，很痛，不行，我真的就是要帮他这样抱起来、扶起来，不然他自己做不起来。啊，一问之下，他就是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啊，关节不好啊，平常也缺少运动啊。其实我这样问起来了，我觉得他应该有点忧郁症啊，只是我不是精神科医师，我不敢很确定哦。啊，说起来哈，这2位患者哪一位会比较需要看护工？哎，很难讲，对不对？一位快80岁，一位55岁。可是我说真的，我觉得那位快80岁的那位女性，她没有这个需要。走来走去还照顾别人，他不但不需要照顾，他也照顾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光用年龄来区分真的是不够。我觉得可以当成是其中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来算分数，比如说，他的巴氏量表啊，他的年龄啊，他的照顾需求啊，各是多少分，然后我们来加总。可是光看年龄就说这个人需要不需要，我觉得这样是不适当的。爱是爱催人吗？你笑到是爱是爱催人，还是爱催社福机构？目前呢，这个巴氏量表医师只要有医师执照的啊就可以评估哦，但是要在大医院哦，一般都是找复健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家医科比较多。那以后拢用你敢可以？
巴氏量表哦，以前呐哦，很多医师都觉得是一个苦差事啊，我相信现在还是的哦。原因是因为哈，医药会更加艰苦呗。因为我解释一下啊，巴氏量表它在看什么事情？它看的是我们这位患者他能不能自己吃饭，他可不可以自己洗澡、穿衣服、上下楼梯、走路、上厕所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事情你不会发生在诊间里嘛，对不对？哦，我们看这个病人有时候很急，可能5分钟、10分钟，甚至医学中心3分钟之内。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不好。这件事情哦，以前我们怎么做？以前我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位患者，我如果之前住院的过程中照顾过他，我帮他写没问题。因为住院我们复健科哦，往往都住1个月，对不对？我每天看他这样上下床啊，去复健啊，打招呼啊，哦，朝夕相处，每天查房，我很了解他的情况嘛，我甚至都看过他上厕所，有时候真的会看得到哈。啊，这个我写就很有信心啊。可是今天如果一位患者来，素昧平生，哎呀，我帮他写这个啊，我怎么知道你能不能上厕所啊？我可以问嘛啊，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不是实际的状况？我们也遇过啊，之前有其他医师遇过说仲介哦叫战，在门外哈跟病患讲说你要怎么讲，然后推进来就要他演戏啦。哦，这个当然是很少数的情况，可是我们哦都会很怕，就是遇到这种状况哦，变成这种帮凶啊。所以王医师，你的意思是上好卖搁找你？我是认为啦哈，目前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CMS， 哦，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方式。它除了里面也有巴氏量表 ，CMS 包含巴氏量表，它也有评估这些哦。买是同款啊。而且它还评估说这位患者他今天有没有能力，比如说他可以自己打电话、自己吃药、自己出门、照顾自己的钱财，或者他家里的环境如何，他评估的比较完整，他会去家访。啊，嘛是爱你医师啊。不用，这个不用，这个是社工师跟护理师，而且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哦，所以这个就不跟医师没关系的。跟医师都无关系哦。啊，董律师，你讲。我们反对了，我们反对。你有反对？我们反对第一个就是说，巴氏量表它是一个信度很高的一个评表，没有错，国际都在用，可是用在哪里？啊，用在这个病人能不能赋能？会当恢复啊，袂当恢复。第二，所以咱即摆想讲吼，若是要请人。每一个人会当考虑家己的情形，你家己决定。所以这是还权于民，这权利本来就是咱自由聘雇是人民的权利。你绝对袂讲请一个人都要赢嘛，吼。所以若是要互伊福利，吼，你讲我请一个人入来免钱，啊，当然爱评量嘛，这是全部人爱做，无可能嘛。所以即马是免评，毋是免钱呢。即摆是免评的意思讲。对啊，他说我所以一开始就问律师讲，这若是一个月6万、5万，所以大家会考虑嘛，吼。即摆请一个人入来，差不多甲你的吃住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4万块啦。毋是一般的家庭会当负担的啦。甲人抢，有甲人添。袂甲人抢，等一下我用印尼的例子做例子哈。但是这个话题就把它完成，就是说。无应该用巴氏量表来评估你会当请人，袂当请人的资格。但是巴氏量表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起码呢，我们的我们就是失能者嘛，所以我们失能者的一个主张就是说，要停征残障税。是安怎讲？你起码巴氏量表已经确认讲这人已经失能了嘛？失能其实很难复能，真歹恢复啦。你讲中风了。2次中风、3次中风拢刷落，延缓啊，你啦，无卖更加严重。重复被他评估巴氏量表是啥物道理？你一个人移动到医院去哈，咱要富冈巴士，还是要叫火车呢？啊，这是合理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讲，那以单一标准，以会所来做标准，律师你敢唔同意？我同意啊，我认为讲无应该用年龄而已，是巴氏量表应该要有其他的嘛。No，全部废除。80岁以下，伊拢无爱巴氏量表。我认为太废除，完全反对嘛。选要聘人无聘人，应该是甲其他国家共款。但是举手讲，阮兜嘛要一个。我拄则讲啊，学新加坡就好啊。新加坡即马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还是12岁以下的囡仔，你的收入在一定的标准以上，你都会当请人。因为要解决啥物？解决你的出生率嘛。新加坡即摆的出生率至少到1.3%以上，咱已经长期变0.8%，是嘛？啊，是安怎？亚洲市场其他的国家是这样做，我们不是这样做。但是巴氏量表会当安怎做呢？就是你起码有巴氏量表的病人，
你卖搁甲抽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啊？你的就业安定基金一个月收人是2000块，3个月一摆就6000块哦。你会当来补贴咱重症家庭，你卖甲抽嘛？你2000块加入了，伊都袂走啊，哈。然后台湾为什么会跑工？都是因为到处都缺工，才去抢工嘛，而且都把我们当跳板，安尼唔对。啊，若讲就讲会缺工、抢工，根本就无这个代志。这是这个印尼的媒体哈，印尼的媒体的报道。哈，我甲翻译哈，伊安怎讲呢？伊即马伊这个规个这个要请人安怎请人哈？我甲翻译成中文，伊是安尼讲吼。即马以媒体推荐，台湾是上热门的。伊一年印尼即马差不多2亿7千万人，所以足侪人想要出来工作，但是无遐侪头路。咱认为讲都抢工无人，无即个代志，每一个人都想要出来，你感觉就奇怪哈？伊即马拢有统计数字啊，我们有整个完整的统计数字，伊逐个月出来的人是偌侪人？台湾是伊上推荐的。去年哈，2023年，是差不多8万外人。好，其他的香港次之，啊，其他的国家，菲律宾、越南，嘿，菲律宾、越南，咱无做这个同款的统计，但是是同款的，因为菲律宾起码有1亿多人。但是律师啊，伊爱要来吼，甲伊会当来是2回事呢，对不对？因为国家要伊来无？啊，伊要互咱无？这是民主的国家，没有什么给不给的问题，它可以自由移动。伊上困难无法度来，原因是伊来进前伊爱出这个旅费，啊，银行要贷款互伊无？对，伊都爱去救钱，是这个问题。高利贷偌严重的，来，秘书长。我想，若准讲用安尼推论啦，吼，用安尼推论，咱国家完全唔免落工政策啊嘛。吼，唔免落工政策，啊嘛唔免落计划啦。啊，外劳加本劳薪资嘛会当拖高啊。但是事实上，国际上大家对劳工的即个劳工的收入、对劳工的移动，即件代志都唔是安尼看嘛。ILO 有真明确的规定，就是讲同款的工作爱同款的收入嘛。吼，同款的工作爱同款的收入。吼，这是 ILO 这边的规定嘛，吼。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对你头讲新加坡你讲啊有一定收入以上的人，咱会当互伊骗。事实上，这就是土地有钱人嘛，吼，有钱人厝里会当请较济家佣，吼，帮伊煮饭，帮伊带囡仔，帮伊送囡仔上课，创啥？去百货公司，个有人甲挂卡网，这拢是好人爱请一寡人带身躯边甲服侍嘛。事实上，对台湾来讲，这款服侍的这款生活态度吼，事实上是害着这个老人啊。那总讲一个老人要个健康的时阵，你要请一个帮佣在边啊，哦，要添水去帮我添者，要煮饭去帮我煮者。你事实上你生活功能会下降嘛？咱今仔日要强调健康老化，要强调活力老化，就是这个老大人伊本身家己会当有伫家己还阁无适应的状况之下，家己会当做一寡本来就咧做的代志。是，不管是伊家己爬起来便所，家己爬起来添水，这对伊来讲拢是一个福建一个训练。啊，这若准讲好，今仔日咱这连健康的拢骗外劳来甲服侍，事实上是违反咱长期照顾的一寡理念。对，秘书长你讲的吼，我拢知影讲这真有道理。不过即摆现主时。这法律已经三读通过，要安怎来？不管叫做补救也好，还是要来修正也好，还是要来方向讲，因为我所知啦吼，因为这毕竟也是会进入到市场的价格，市场的价格自然的区价，就有钱人会去聘请，但是这人会去抢着现有的这个市场呗。他拄仔董律师讲起来，这大家真爱来，所以袂去抢着。你所知影这个移工的这个市场，敢袂败退的现象吗？一定会啊，因为即摆移工是会想象的来看事情。移工今仔日毋是讲契约甲绑掉的，伊就袂当离职，吼。伊离职的时阵，当然伊无法度跨领域，像比如来讲，你工厂的，啊，咱家庭看护的，你家庭看护这边会当离职嘛？啊，离职了后，搁找后一手的家庭看护的部分嘛。
啊，这个部分若准讲，一边是健康的，一边是脑麻的，失智症足严重的这款，需要24小时边对调这款，对伊来讲，伊当然感觉辛苦嘛。啊，这就移动啊，这个代志敢袂伫移工因互相会赖群组内底去讲这个代志，我感觉一定会嘛。所以事实上，即马这个较动静、较需要适量的这个家庭，其实大家拢带咧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董事长你有相当的证据，然后呢讲这种现象被出现。重症本来都歹请人，重症歹请人，重症变成跳板都是因为缺工嘛。所以过去无开放工种，所以这些人在用抢的嘛。即马有9万个黑工在外面，所以你即马合法先互80岁以上的，还是讲70岁到79岁，是这个癌症2期以上的人可以请。然后你突然去住院，你加台湾类的这个临时的看护就贵耶，所以每当请真侪人请黑工，所以为什么会走就是安尼。好，所以起码为重症的这个问题，爱安怎解决？我们长期以来被抢工，都是因为台湾各行各业都缺工啊。这嘛是推论呐，这不是推论，这是事实。对，事实，但是到底是会影响偌济？这咱就无多。咱看事实，就是爱看数字。第一，咱刚度假讲讲这个 ILO 什么规定，国际劳工组织中文版、英文版都有。佫讲到新加坡，这拢假。过去以来，这全拢假，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劳工组织的公约，伊是不是爱遵守？啊，是安怎？新加坡不是同工同酬，这个无这个代志。尤其是契约工，契约工，咱即摆国际劳工组织有讲，这个公约，足侪公约拢有规定，契约工是不用同工同酬的，因为是时间到就要回去的，所以唔通讲安尼讲，咱后袂讲吼。那第二就是，小等就秘书长的回应你讲。都是为着这个黑工，这个黑工就是为这个重症还是讲即马厂工嘛伫抢嘛，好，过去以来都是咱即马伫疫情的期间呢，这个，因为我们进来人进不来，包括连香港都有黑工，对啊，所以咱即马讲添1万2万就走啊，所以等疫情过去了后，这个问题佫恢复啊，所以。移工越多，赶快啊！如果我若看到计票经，以前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不可以选工种的，所以如果你要跳工的话，你要违反合约，你就要回国。好，咱今嘛看这个数字就是讲，移工越多，咱今看这个数字都是蓝色的，都是移工。这条线往上走的时候，红色的就是我们的失业率一直往下走，所以这个交叉唯一没有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出生率。为什么出生率无影响？都是因为咱即马家用都没有开放，这都是韩国即马做的，所以我们主张应该要开放。咱来一行一行来讲一个是处理有需要的，一个是处理爱有需要人的，一个是要帮助大家有当要生囡仔吼，就要刷定咱的副议长吼，将伊来通传。来，副议长，是。副议长吼，就你经手的这个经验来讲吼。即马韩主席做假伊实际上不管伊的需要是倒一种，伊就是要需要这个人，我处理爱有使用人，爱有人啊。你感觉这比例是安怎？而且是讲你对着即马这个三读通过这个法律的你认为应该安怎来符合你家己你理想的这种经营？是一个部分是安尼就是讲，主持人你拄仔讲的迄个假迄个部分其实嘛是有一寡过去的例啦甚至这过去的例，还佫有牵涉到医生有迄个司法上的案件安尼就是讲，咱讲甲迄个中介公司甲迄个要来想要请迄个人，像拄仔王医师有讲过有个人当外口咧教嘛，就讲你拄仔你这等下你应该安怎回答，才有法度这个医生才有法度有对你可能较有利的迄个判断安尼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虽然讲虽然讲这个部分是少数啦但是实际上咱台湾过去嘛是有一寡例啦甚至这个例有影响到医生啦甚至
在这个部分来讲吼，甚至有可能产生迄个司法上的案件吼，啊，甚至是比如警察犯罪之间的一寡冲突安尼啦。是。哦，不过吼，是我同意王医师对我的看法吼，就讲842表吼，本身伊是一个就吼个人哦，伊即马死人的状况吼，啊，较简单的一个评估的工具啦吼。啊，若是讲吼，你要较完整的吼，就包括吼，就比方讲照顾的人吼，迄个照顾需要照顾的情况吼 ，CMS 本身是较完整哦，而且伊即马即个部门嘛是会当到处理去做评估，所以就我拄仔咧讲啦，就是讲伊处理生活的状况是实际上哦，会当看会到的。哦，咱再会当判断讲，这人到底有需要无需要？哦，当然我拄仔看大陆迄个律师甲迄个秘书长两个人咧迄个争论的迄个部分哦，但是我是感觉讲吼，你入来了吼，因为这个部分伊嘛是爱有一个优先的，迄当讲顺序啦吼，这个顺序啦，优先顺序。哦，因为咱即摆搞这个移动入来吼，嘛是爱希望讲吼，伊会当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安尼啊，所以。咱针对这个部有一个较完整的评估，吼，啊有一个优先的顺序，哦，安尼在有法度讲，咱讲实际上需要照顾人，真正有法度顾着安尼啦，哦，啊较袂讲片面，较会当片面着，咱讲之前一寡新闻讲长照悲歌的这种情形，安尼吼，会长安尼问题来咯，你睇讲爱优先顺序，向来决定这个优先顺序咧？是，所以即届是法律上的一个修正吼，啊，但是咱后壁迄个办法吼，就是讲感觉讲，即马若是讲80岁以上吼，也是用癌症的这个部分免评842表嘛吼，啊，但是后面是不是说有一些办法的讨论，就是讲咱会当来讨论讲安怎来评估吼照顾的需要，哦，啊，这个照顾的需要吼，就讲除了吼伊的年岁以外，像拄仔王医师嘛讲过吼。年岁是可能是一个条件，吼。那咱有搁需要其他的条件无？哦，因为842表其实，即马国际上研究真侪，这是无需要讲医生去做评估，哦，受过训练的护理人员、社工去处理，伊嘛会当评估这个物件呢。哦，咱会当看这个时机，然后这个时间。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吼，应该靠文件安尼啦。歹势，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吼有一个规定啦，伊讲吼，你就爱需要批准才会当换雇主。是。吼，你袂当像即马呢家庭帮佣啊，倒骹手的举手，我要换啊，因为阿嬷拢半暝爱巴肚枵爱煮饭，我受不了，我举手我要换，袂使。这吼袂使爱批准才会当换雇主，是毋是类似这种标准？爱较细节来谈出来，才有通啊来开放，大家较无卡成这个当地骹位。是，香港即马嘛是安尼。哦，啊，但是这个部分就是甲咱台湾的劳工的政策有关系啦。哦，因为你若转工这个部分吼，你有甲伊限制的时阵，有当时外籍的迄个劳工伊会抗议嘛。哦，香港迄当时啊要限制转工的时阵吼，嘛是叫抗议。对，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嘛是要来讨论。哦，这个麻烦哦。那我先问这个王医师吼，王医师在恁来看，头我问你讲，若是你讲 CMS 啦，恁就爱签家属咱两个人签名，恁医师爱签名，即摆看也是免，即摆看也是免嘛。842表。敢有一种可能是，好，即马拢 CMS， 但是我先用这个同情的请入来，我才举手，我才来转讲，我要来转去较轻巧，嘛有即种的啊。我唔甘愿趁遐侪钱啊，我来较轻巧，嘛有即种可能啊，嘛是会造成这个市场秩序的这个变动啊，你认为呢？蛮有可能的。哦，我刚才是讲说，80岁以上的长者其实状况差很多哦，有的是真的是活蹦乱跳啊，有的是需要长照。那我们在医院看到有些长者其实照顾起来真的是不简单，有些时候他是需要2个小时放一次生哦，每天擦澡、管路啊，还有喂食啊，管灌，
其实那个照顾起来的辛苦程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哦。所以其实，在医院真的很常看到说家属自己来啊，或者是请本国籍的照顾，哇，真的是自己累到身心俱疲，或者是真的是花的钱真的是不得了的哦，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其实蛮能够想象说，如果啦哈，真的是有一群相对健康的潜在雇主老人家，哦，这个会对外籍看护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力。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可能会把一些重症的这个需求就转移到这边去。董律师，你感觉呢？这个都是想象啦，我们也知道，包括就是说有一些重症的人，长期以来也是这样子担心。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子，重症长期就是不好聘人，包括我们的理事长，前任的理事长，他在聘人哈，就是已经都先跟他都视讯，然后都了解，就是说他的情况是重症，拢甘愿欢喜甘愿来了呢，头2天伊就走，好，所以这个是预谋要跑的。我认为讲，伫法律上这算讲是诈欺啊啦哈，那就是法律上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这无法度啊，但是袂使讲是人性，你签一个契约，你是成年人，你要履行契约。咱即摆唔是，咱即国家是吼，先入来了后，跟他针对家庭帮佣哦，看护工有一个一站式的3天的训练，啊，该安怎？你若发生什么代志，你就当讲你要转工，还是你不爱走？你完全无介意讲你爱履行合约。我为了这件代志，跟劳动部开不止一次会，但是到今仔日为止，入来了3天，雇主都爱付伊的迄个薪水，但是3天中间拢去干啥？就是董律师，你认为会招工会拍政府造成的，政府造成的，因为阮嘛甲即个引进国，包括印尼、包括菲律宾的驻台代表，而且阁有包括印度。毋是讲要引进印度，即马人咧，吼，阮拢甲遮个代表拢开过会，因拢讲台湾真侪政策是毋对的，因为因的伊讲来甲即个国家要工作3年，转去还是讲要续约，伊毋是要来遮佚佗，也是来遮生囡仔的。但是咱即摆国家是讲，所以你认为讲咧讲你爱生囡仔，毋是生，遮个国家拢反对讲恁是安怎要制造这个代志，因为你生囡仔。有可能是非婚生子，转去了造成因家己国家的问题嘛。咱即摆是包括监察院拢参与，你鼓励遮移工，你台湾生囡仔，讲爱叫台湾的雇主甲坐月子，这安尼敢对？这可能较外面的这个问题啊啦吼。我的意思是讲，通知你当然当讲种王医师啦、孙秘书长啦，以及医长人讲，伊这是推论的个疗伤，但是。董律师，你讲有确实的这个推论讲，这未去摆脱。咱即马看即马的数字嘛，即马的数字就是有9万个逃工，9万个逃工内底差不多3成到4成是为家庭类这个看护工来造出去，好造出去的。啊，伊想要变黑工，你若袂当转工，伊就变黑工嘛。啊，想要变黑工，因为市场需求嘛。就简单就是你市场要赚是真简单，只是伊看外口靠。袂当安尼赚，因为法律本来就是有规定讲袂当安尼赚。我知影种家庭帮佣是会当举手讲我买这个雇主。袂使，伊必须要讲伊即马是有虐待，还是讲有安怎，所以会当先去用安置。伫纠纷的时阵会当互安置。调解嘛。啊对。毋是讲调解尔，你必须要讲是有虐待还是啥物代志安置，无你都是违反合约啊。孙秘书长，我想事实上这几档这件代志一直拢争议啦吼。啊，80岁以下、甲80到85岁、甲85岁以上这件代志伫几档前已经有放宽吼。因为80岁以下，即马若爱需要专日的这个照护需要，就是巴氏量表要30分至35分以下，才会当签挂了。80岁到85岁是60分以下就会使，就是讲伊有放宽啦吼。到85岁以上，伊只要这10项内底有1项有需要，就会当签挂了。吼，即马事实上现主是伫今仔日的以前吼，拢是用这个制度来处理嘛。另外就是讲，咱即马有一个特定的身心障碍者的项目。这伫去年经过讨论，嘛是有放宽啦吼，因为身心障碍的这个项目吼，本来有12项吼，伫
伫机体障碍的部分，敢若含运动神经元甲帕金森氏症这两种。伫罕见疾病，敢若含运动神经元疾病，吼，即马即个部分拢放宽，吼，啊，佮加入即马佮加一个12项呼吸器官失去功能，加吞咽机能失去功能。我的意思是讲，80岁以下，咱80岁以上，其实咱本来就已经小可有放宽巴氏量表的分数。另外就是讲，咱伫特定身心障碍项目的部分，就是讲80岁以下的部分，你若有身障手册的。嘛，唔是所有身障证明拢会使签外了，你一定要符合这14项的这特定的项目，才会当去签外了嘛吼。所以咱本来国家就有一个制度在行，就是有需要的人，国家互你签，这是国家的一个特许的行业，这是甲劳工团体甲雇主经过真长的时间的协商，到一直行到今仔日的制度嘛吼。所以，伫去年甲前年开始，大家咧检讨讲，是毋是除了巴氏量表以外，咱会当加入即马长照2.0咧用迄个 CMS 的综合失能评估量表，甚至伫精神科也是神经内科这边，嘛有建议讲，咱是毋是会当用 CDR 1分、2分、3分，吼 ，CDR 1分就是轻度、中度、重度的失智症，这个部分原来会当唔免搁做巴氏量表，就会当。好，申请外劳来服务，这变成有3个管道嘛，吼，变成有3个管道。啊，你申请 CMS 评估了后，是毋是来判断讲你是2级啊、3级啊、4级到8级？伫这个过程当中，你先使用看，我会当申请居家服务，会当去日照机构，先试看卖啊，啊试袂拄好讲啊，你真正需要24小时有人来照顾。这个部分咱较开放讲，你来申请外籍劳工。来处理，来甲你照顾，这其实是变成一个多元的方式。吼，你有经过安尼的评估，就唔免再去申请巴氏量表。这其实拢有检讨过。我是感觉劳动部爱讲下层啦，这个检讨过的代志是安那拢无去实施，无去执行，吼，无去执行。无去实施，啊，煞变成讲，即马煞变成另外一个议题走出来，变成煞80岁以上完全拢唔免，吼，巴氏量表唔免 ，CMS 啊唔免。CDR 啊，唔免，吼，怎变成用一个年纪做一个划分嘛？啊，所以这怎演变到即马在袂收山，就是讲，这件代志到底唔免经过医疗机构评估啊，但是其他是毋是原来会使有？吼，这个部分并无写法律并无写甲做明确。就法律写甲无真明确，就应该在修法，必须要搁较做有意的考虑嘛，吼，这是。当然的，无今仔咱要讨论啥物吼。但是我要问董律师吼，就是讲，也许这社会上有这80岁以上的人有这个需求，伊可能好脚好手，但是伊就需要人来帮忙。但这种人，你家己的评估差不多占80岁以上，咱即马91万人哦，差不多占几%的？你用收入来算就知影的嘛。用收入。因为大部分的人，你袂请一个人伫厝里用嘛，而且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我是认为讲是胡扯到，我被讲到不可思议啦。就是讲你即马为一个老人会当有人来照顾，你若出去买物件，还是讲伫厝里提重物，还是讲去散步有人陪莫讲跋倒安怎啊？这个老人就会更快的失能。变成社会的问题，这是长照司今麦的讲法，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胡说八道啦。因为咱今麦都是为着好，那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不要去医院看医生了。不是，也许他那必须这样讲的无遐紧啦吼，但是嘛无一定讲一定就是无可能嘛吼。但是法律今麦已经通过啊，我也不觉得。假如做功课当然是会安尼咯。是啊，那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很幸福。依照伊的收入，伊要过伊的选择的生活。80岁以上啊，好，来对，所以董律师，你认为讲这个法到这安尼真好啊，完美啊，免搁再处理啊，袂搁造成其他的这个社会问题嘛？咱来约1年之后，咱搁来遮，搁讲一届啊，看1年了后，这个情形是安怎，有抢工无？还是讲会缺工？因为绝对不会有缺工的事情，我说过了，
光是印尼一个国家就足够可以提供你。无，伊嘛无确实的数字互咱呐。不是，它完全是在缺工中。伊无一定没有咱台湾嘛。它没有限制名额。来，王医师，咱王医师讲。我讲2个故事啊，一个故事是我太太啊是在新加坡念书过3年，她说她印象很深刻，因为她每一个同学全部家里都有这个外籍的家事工，所以她去同学家里的时候，就是第一个都不用动手，水果一定都是切好的。然后他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同学没有看过香蕉长什么样子，他只有吃过那个切好的香蕉。他拿一个黄色的给他说，哦，什么东西？他真的没有看过，就是没有看过猪走路那种感觉。所以这些同学很多都是生活白痴，讲难听，就是怎么洗衣服，怎么折衣服，生活自理的能力完全零。哦，这个是年轻人的状况，那会不会发生在老人身上？我以前也在长照机构巡诊过一段时间，大部分进到长照机构里面的老人，真的都是蛮严重的，可能就是有管路啊，不太能走路啊。少数的是真的好手好脚，有遇过几个好手好脚的老年人进到长照机构，只有一条路，越来越差。哦，他可能一开始走进来，你过半年之后看到他就开始坐轮椅。再过半年、1年，你看到他就开始都在床上。王医师，你的意思是尽量慢去长照的机构，可以当在社会化，当生活化。我们的人呢，脑、心脏、肌肉，全身都是需要用。啊，但是甲边啊有一个人陪伴，有差别吗？当然，这个是看各个家庭怎么样去处理啦。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说让老年人都不用动，什么事情都帮他服侍好，都不用超烦。这个就是会越来越走下坡，这是以下的观点啦吼。我唔知副院长即摆还搁伫线顶吗？副院长吼，上尾吼，较早你也听到咱咧讲吼，你认为就以下的观点来讲，边仔有一个人陪伴80岁以上，伊的生活功能是毋是愈来愈退化？来一般情形啦。这个部分其实是爱看讲吼，你老人的生活迄个方式啦。像有一寡老人，伊是身躯边嘛是有孙仔咧陪伴吼，对无？嘛无一定会退化，所以这个部分爱看伊生活的需求甲生活的方式。但是我感觉讲，咱即马今仔日讨论的部分聊了较无共款，就是讲吼，咱即马80岁80岁以上需要照顾的是咱讲的所谓家庭看护工。咱拄仔讲的迄个新加坡处理迄个家事帮佣，其实无啥共款。一个是健康的老人，伊嘛会当请迄个家事的帮佣。另外一个是适龄的老人，伊可能需要的，就是讲有经过训练的外籍看护工。这个部分的看护，是会当协助，互伊当这个判病这个过程中，会当慢慢复原，还是讲。会当互伊退化的速度会当变了较慢，所以这个两个题目其实无啥共款安尼啦，所以法律上他家庭看护的这个部分他做秘书长也讲吼，因为咱这个法律是通过是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看护工，并无讲这家事帮佣。不过董律师的立场是讲，这无咧分呢，这就是一种人。你认为？应该分啦。咱即马咱规组的制度的设定吼，其实拢是家庭看护工，就是讲需要照顾的人来照顾。所以若是讲来讨论这个部分的时阵吼，咱当家事帮佣没有开放之前，应该是要先把家庭看护的优先顺序，因为这个部分嘛是有伊需求的迄个程度啦，但是需求的这个优先顺序当做处理。那当然啦，就是讲。你来人真济，你排顺序嘛，对无？有的人可能伊排在较后壁，但是像拄仔董律师讲过，若讲真正来人较济，伊嘛是排着安尼。所以但是迄个规则就是讲咱讲优先顺序迄个规则，我个人是感觉嘛是爱有。好，安尼感谢副院长，我这个球我先和董律师来接起来。董律师，你讲小人和秘书长来回答。所以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咱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还权于民。
这是基本的权利。因为台湾今嘛没有开放家庭帮佣，等于没有啦，很小的一个范围，几乎没有办法申请。是。所以呢，我认为你不如这样子做，开放家庭帮佣。一定的条件啊，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请，一定的条件开放家庭帮佣，你都会当收很高的这个就业安定费，然后来安顿台湾的长照的问题，然后停征这有80量表的这些重症的人，对啊，你这个重症的部分呢，都是可以免缴。所以就是你也希望爱分得清楚，这帮佣的是帮佣，还是看护的是看护。我们这么多年来，20年来一直在呼吁，所以可以补贴这些重症的家庭呢，伊都袂造嘛，不会有抢攻的问题。秘书长，我想要登记解决这个代志嘛，是爱照顾、爱公共化啦，不只是对儿童的照顾，还是对老人的照顾，拢爱公共化，才会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唔是靠外劳，靠外劳是靠家庭嘛，这两件代志是同款。好，我感谢，拍摄哦，谢谢，谢谢。